當2025年初金價仲喺2600嘅時候呢，就曾經預計今年年尾前呢就會上到3300噶啦。但係你老尾依家4月都未完啊，你竟然已經同我到咗仲穿埋，係咪真係黐咗線啊？今朝早呢，金價再創新高啊，最高呢去到3357.5，不過回調嘅速度呢一樣咁快，秒速之間呢就已經落翻去3320，升得快，跌得亦都好狠啊！雖然個市呢不斷再創巔峰啊，但係都可以幾肯定呢，呢個價未係今年嘅頂嚟噶。之後呢會陸續有驚喜呢俾長期投資嘅朋友仔嘅，但係同一時間呢，震盪亦都將會無可避免地越嚟越狠，回調嘅風險呢亦都將開始浮現。相信之後上下波幅過百嘅日子呢將會越嚟越多，玩期金嘅朋友仔呢就真係要俾足精神，食定驚風散啊！今日嘅操作關鍵位啊，3320至3325咧可以考慮入場，止蝕咧就放喺3312，目標咧就睇上方3343、3345。空單嘅部署啊，如果3315、3312穿咗之後反彈翻去3318、3320咧，就可以考慮做空，目標咧就睇下方3293。個市短時間內升咗咁多咧，調整係必然會發生噶。但係只要升市個趨勢一日繼續咧，回調都係上車嘅好機會嚟嘅。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，感謝收看，聽日再見。